大家好啊，大雄 Tactical Mover 進擊型多功能戰機代達洛斯嘅部隊。Daedalus 呢個字嚟自希臘神代達洛斯，佢有住巨大嘅翅膀呢係佢嘅特色。而今次嘅套裝另一個大特點就係有架太空車。今次嘅包裝內容呢都係非常之充實㗎，足足有2盒普通 TM 嘅盒嘅大細咁多㗎，亦都有差唔多90成新嘅新部件啊！駕駛艙同埋大背包啦，都用上額外嘅膠袋裝鬼住佢，好鬼死安全嘅啫。哇！呢個背包原來都幾鬼重手㗎喎。嗱，唔講其他無謂嘢啦，立即砌咗佢啦！哇！你有冇大得滯喂，大佬？喂，真係好壓定喎，壓榨喎！今次嘅戰機呢，就喺太空裏面使用嘅。駕駛艙啦，身上面嘅強化裝甲都採用咗外太空感非常重嘅設計啊。武器方面咧，亦都唔例外嘅，配置咗長距離嘅電磁炮。背包部分可以展開出5個部分，每一個部分咧都有唔同嘅武器啦。共通嘅係佢哋都有推進器。喺太空飛行咧，係需要透過向住唔同方向噴射咧嚟到改變方向嘅。咁上方嘅飛翼咧就包含咗導彈。下半部分嘅飛翼咧，正常展開嘅時候咧，較多時間咧都係作為推進用嘅。當變做其他模式嘅時候咧，就會變做另一種狀態，一陣會見到。至於頂部嘅會成為站立模式時候嘅支架部分狀態，亦都負責住後退時候嘅飛行動作。今次個背包咧真係幾重啊，差唔多有2隻 TM 咁重啊！所以喺背包嘅上方亦都加設咗一個穩定嘅卡扣。眼前大家見到嘅就係呢一次進擊型機體嘅常規狀態啦。加咗背包如果要企嘅話咧，就一定要用背部嗰個支架支撐功能嘅。位於背包上面嘅長距離電磁炮咧，可以拆落嚟拎喺手裏面嘅。頭先提到啦，下面隻翼咧可以有其他嘅功能㗎。咁而家你睇下啦。首先將個 handle 咧轉出嚟先，咁轉翻去前方啦，俾佢隻手拎住佢，再將前端嘅炮咧轉翻去前面啦。中間有個爪嘅，我哋將佢轉出嚟。至於上翼部分咧，有個大導彈嘅，將佢轉出嚟向住前面。中間嘅支架咧，我哋就將佢向前轉啦，變成武器。佢叫做超決戰模式，又嚟啊！熱血傳彈發射嘅熱 camo 啊！首先用個3叉爪鉗制住對手先，再用雙炮咧俾對方一個致命嘅一擊啊！喺頭部上方嘅咧係超破壞炮，攻擊力非常驚人嘅。喺上方嘅翼咧亦都收納咗小飛彈，下翼咧亦可以掹落嚟嘅，直接拎喺手裏面咧成為一個獨立嘅工具，提升活動性同埋可用性啦。有額外嘅穩定件可以固定喺手臂上面。插埋個背包就即刻成為近戰嘅移動機，提高近身作戰嘅速度啊！之後咧，我哋嚟變形啦。呢個模式咧叫做巨戰機模式。手臂嘅變形同過往 TM 變戰機嘅相同嘅，只不過兩邊打橫展開嘅時候咧會有唔同。咁裝翻個肩炮啦，將佢轉落嚟，同駕駛艙扣好佢。背包我哋將佢變成收納狀態，下側嘅翼中間咧有個鎖扣位，可以防止佢咧會自己屈曲啊轉動咁樣。之後啦，就將啲背包同 TM 砌埋一齊啦。
腳掌方面對接起上嚟，鬆開腰部，我哋就轉到去後面啦。喺腳部強化夾呢，有個卡扣，我哋將雙腳砌埋一齊扣好。喺大包嘅尾部呢，有個起落架嘅，我哋將佢轉出嚟。喺下翼嘅後方呢，亦都有個起落架嘅，轉埋出嚟啦。呢一隻 TM 宇宙戰機真係又大又長啊！大細嚟講呢，真係份量十足嘅，完全係一個啱啱好嘅感覺。機設方面啦，有非常多嘅推進器咧喺後面，好鬼死有型嘅啫。咁呢套套裝嘅亮點之一啊，就係呢一部太空車啦。典型預想中嘅太空車嘅樣啦，喺動畫或者電影裏面咧，都係大概呢一個樣噶啦。有雙炮台啦，前方駕駛艙可以坐2個人，有啲控制板嘅細節位咧，亦都設置咗喺裏面。車尾咧可以打開嘅，應該用嚟運載士兵噶啦。不過呢個設計咧就望落去好似即係運鹹魚多喎，大佬。咁個轆咧亦都可以向底部轉落嚟啦，太空車就可以變成呢個飛行狀態。而喺頂翼尾部嘅起落架轉落嚟嘅時候咧，就會變咗可以用嚟掛載太空車嘅支架。咁樣就喺冇任何零件留低嘅時候咧，好完整咁呈現到出嚟啦。喺尾部中間部分拉起佢啦，將佢轉到去前面，變成巡洋艦模式。成個步驟咧都好簡單直接嘅，我哋將個太空車轉埋落嚟就 OK 噶啦，一氣呵成啊！或者你會諗到啦，喂，我部機識得飛噶嘛？我做乜仲要加個轆喺個地下度行下行下？咁你可以試想一下，可能你只需要短距離移動啦，又或者將佢轉移去倉庫一樣。太空車喺呢個時候咧，就好似拖拉機一樣啦，作為協助性啦。咁佢亦同其他機體嘅款式一樣嘅，可以喺無需 TM 骨架嘅情況之下咧，駕駛艙同埋太空車直接同背包合體。當然佢亦都有呢個 Mecha 模式啦。今次真係太大啊，好有份量啊喂！重到我連支架都支撐唔到啊，掃唔到俾你哋睇啊！大家有需要咧，不妨買一個1:60嘅高達支架咧，咁就應該會係最穩陣噶啦。今次呢一 set 嘅套裝咧，發揮空間咧真係一啲都唔低。新型嘅肩炮支架啦，轉幅大又有相當嘅長度啊，加埋仲有啲插洞啦，可以衍生出唔同嘅道具式玩法。而展開嘅長翼咧，除咗有插洞可以自由加減之外咧，飛彈、下翼等等嘅部分亦都要拆出成為獨立部件，可用性係極之豐富啦。例如飛彈可以拎嚟做場景啦，拆出嚟嘅下翼唔止變手臂，其實你留心睇，佢可以變做一隻腳都得噶。而今次我最中意就係呢個超破壞炮啊！大家都知我中意呢啲大力嘅武器噶啦。佢嘅聚焦集火設計功能咧，實在非常之有型，非常之吸引到我。今次嘅 TM 新鮮感滿滿，相信咧滿足到一定嘅玩家需求。不過佢嘅尺寸咧真係唔細啊！要收藏嘅話咧，建議用呢個巨戰機模式啦，再將2支雷射炮屈喺後面就最省空間噶啦。今集開箱嚟到呢度，訂閱讚好，撳埋鐘仔，可以收到本集嘅更新通知同埋影片推薦。留言可以同我啦，同埋其他觀眾一齊去討論玩具。覺得我呢條影片好睇，亦都可以撳個分享，介紹俾你朋友仔。實際支持打賞可以 PayMe、支付寶或者 Super Fans。多謝各位支持，我哋下次見啦！